唔好喊啦 ，Vivian， 喊到眼都紅晒，唔靚女啦。放心啦 ，Vivian 呢啲只係感動嘅眼淚，唔係傷心，唔係有人蝦佢啊。前年嫁咗俾新加坡上市公司 CEO 李雲芳，大家以為 Vivian 可以做少奶奶唔使愁啦，點知最近爆出佢老公公司財務有問題，估計負債高達10幾億港紙啊！日前 Vivian 接受台灣節目訪問，大讚老公俾咗個好好嘅家庭佢，仲話老公好錫仔女，好似有次有班 friend 同佢同老公慶祝生日。點知途中知道老公同前妻生嘅阿女發高燒，佢即刻飛返屋企啊！可能 Vivian 從細就冇爹哋啦，見到呢種父愛令佢好感動。佢認為幸福唔等於減衣肉食。雖然訪問入邊冇提過老公嘅財務危機，但佢就話唔怕乜都冇晒，因為大家出世嗰陣都係一無所有噶啦。Vivian 咁樂觀，相信佢哋可以正面咁處理所有事啊！